好，同學仔，今日呢課就係新一課，叫做總需求總供應啦。咁首先總需求，我哋講一條總需求曲線先。咁條總需求曲線呢，咁其實就係咁嘅樣嘅。咁你見到啦。咁呢個 P 係代表物價水平 price level。呢個 Y 就代表係產出嘅。OK。咁嗰條 AD 線係總需求曲線係咩樣呢？咁就係向右下傾斜嘅。咁嘅 AD。咁AD 線嘅組成部分入邊有啲咩組成㗎？咁有呢個我哋計呢個支出計算法 GDP 咧一樣嘅，有 C 啦，有 I 啦，有 G 啦，同埋有 NX 組成嘅，得唔得？好，咁我哋講下啦。第一類題目係就問咧，點解條 AD 線會向右下傾斜喎？咁見到啦，其實咧就問過2年嘅，一個咧就係咧2013年。Q4 第4條問過嘅，另一個就係大概11年之後2024年嘅 Q7 都問過嘅，點解向右下傾斜？咁呢類問題咁其實都係一個其實背書就知道 answer 嘅答案嚟啦。我哋一齊去睇下啦。OK， 英文版嘅同學你可以停一段片望一望英文版，我今日用中文版去解釋嘅。好，第一個就係財富效應啦。OK， 咁雖然呢條問題就係話舉出一個原因，咁但係 answer 就俾晒3個你啦。咁你是但咧就去講個就得㗎啦。好，咁咩叫財富效應啊？因為佢嗰個 AD 線係講呢個 price level 物價水平，同埋呢個咧嘅呢個產出嘅關係啊嘛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佢有個反比關係，咁即係物價水平越高咧，嗰個產出就會越少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記住頭尾都要講翻呢個咧物價水平同埋實質產出嘅關係啦。咁中間關係係點咧？當個物價水平越嚟越高啦，貨幣購物力，即係話可能我用同樣嘅價錢，我買少咗嘢，OK， 因為啲嘢貴咗嘛，嘅購物力下降，咁個財富咧就即係個實質價值就減少，因為啲嘢貴咗，我哋財富減少咗，自然我哋就買少啲物品同埋服務啊。咁買少啲物品服務，咁好明顯會影響啲咩？會影響個 C 啦，消費支出就會下降啦，令到個產出就下跌嘅，得唔得？好，另外一個原因就叫利率效應啦。財富效應講咗啦，利率效應咩嚟㗎？又係啦，開頭咧記住頭尾都講翻物價水平同埋產出嘅關係，一個升一個跌先至係一個叫做佢哋反比關係啊嘛。當物價水平上升，住戶或者公司佢哋咧要求更多貨幣去進行交易融資。OK， 即係簡單嚟講，啲嘢貴咗，我自然要多啲錢，我哋要去攞出嚟去用㗎啦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貨幣供應，你知道貨幣供應嘅曲線係垂直嘅嘛，固定嘅，自然導致呢個利率上升。利率上升，自然會令到咩？會令到 C 減少，私人消費支出減少，同埋令到投資減少。呢樣減少之下咧，實質產出就會下跌啦。好，第三就係呢個咧淨出口效應啦。咩嚟咧？由於本地呢個係其實相對其他國家嘅本地物價水平上升，喺外國人眼中變相咧就覺得咧，佢哋嘅外國製造嘅貨啊，就相對係平咗，所以啲人就會買多啲進口貨。其他既然例如香港物價水平上升，自然就覺得可能日本就冇變到，日本啲嘢咪平咗咯。我哋就對進口需求就上升啦。但係本地物價水平上升，亦都意味着咧對外國買家咧，香港嘢係貴咗嘅，本地嘢係貴咗嘅。見到啦，進口需求上升，但係出口需求下降喎。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令到個淨出口啊 net export 啊，就會咧下跌嘅。做到一個效果就係一樣嘢啦，物價水平上升。淨出下跌，自然咧會令到咧總需求咧就會下跌嘅。3個原因，佢就通常都會問一個啫。你是但答一個咧，可能答財富效應少字啲，容易講啲就已經攞到嗰3分㗎啦。又話你想答淨出口效應都冇問題嘅。其實呢條問題就3個人1嘅啫。有英文版嘅同學，你就可以咧去睇翻上面。基本上咧嗰個內容一樣嘅。我費事再講多次啦。好，呢個咧都係今次係問2個理由，點解
一條總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，就係頭先我之前嗰條講嘅啦。咁呢個就簡單啲，用呢個咩？用呢個咧一啲嘅簡單嘅箭竹去表示，咁你自己去睇翻就可以嘅啦。咁所以如果問呢類問題，好開心啦，基本上係背答案嘅啫，冇係背咗就有分嘅啦。好嚟啦，咁呢條就係講咧，咁問完個總需求曲線點解係右下傾斜，另外一條線嘅，咁就叫做短期總供應曲線 Short Run AS。咁呢個好明顯係佢向右上傾斜嘅，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咁即係話個物價水平同個產出咧有個咧正比關係嘅，物價水平越高，同個產出咧就會越多嘅。咁呢個咧就同嗰條 AD 線啱啱相反嘅。咁我哋睇下啦，點解佢會咁樣嘅原因啦？好，呢條就係2016年嘅第5題嚟嘅。OK， 我哋望望啦。點解短期總供應曲線 aggregate supply 咧就係一個 upward sloping 嘅向右上傾斜咧？咁又係，所以呢啲通常問可能一個理由啊，兩個理由咁樣，咁就3分嘅啫。我哋望一望啦。好，所以頭尾又係啦，因為佢哋正比啊嘛。物價水平上升，最後個產出水平上升，因為你先講到正比關係㗎嘛。咁但係中間嘅估計 logic 就係咧，當物價水平上升嘅時候就點啊？咁投入價格冇完全調整喎。咁咩意思？例如人工，人工可能開頭咧就可能2年簽一次約啦，可能同啲員工可能簽一個月薪咁樣。咁呢個就係投入價格啦。就算出邊啲嘢物價水平上升，我嘅員工因為簽咗合約，咁我都人工唔會即刻跟住加嘛。咁變相咗咩？變相咗我員工做嘅產品，但係就會根據物價水平上升賣得貴咗，但係員工人工投入嘅個價錢就冇升到。咁變咗咩？變咗咧，我嗰間廠就會咩？加班加多啲啦。咁既然係咁就或者我做多啲咁嘅產品，係啦，我投入更多嘅生產業上去做多啲產品，咁咪可以賺到多啲錢咯。因為係啦，咁既然員工或者一啲嘅原材料，咁啱又係啦，原材料啊、員工人工啲投入價格，咁開頭就唔會特別變。咁可能原材料我同呢間供應商簽咗2年合約，可能都係用一個固定價錢去攞原材料嘅。咁但係我樣產品就可以咧，因為個物價水平賣貴咗喎，咁所以呢個就叫做咩？投入同嗰個價格咧，同埋呢個咧冇充分調整啊，同個產品最後個價錢，咁變咗咩？我即係生產多啲賺多啲錢啦。所以短期總供應曲線係右上傾斜，因為當物價上升，由於個投入價格冇完全調整到，咁我自然會投入多啲生產要素去生產，咁最後生產多咗，咁我個產出咪多咗咯。呢個就係呢個原因，就講緊點解呢條 Short Run AS 線會向右上傾斜啦。好，呢個2013年 Q13A 3分嘅啫，咁又係啦。呢個答案都得嘅，呢個答案就係集中講咩？講人工嗰方面。OK， 人工嗰方面，因為人工通常係簽咗合約嘅，咁所以人工加嘅速度一定冇產品個市場度加嘅速度咁快。咁呢個咧都係呢個原因，點解向右上傾斜咁樣？咁所以咧就答人工就得，答頭先個投入價格唔完全調整都可以嘅。好，呢條就講咩？就講個長期總供應曲線有咩關係啊？通常長期總供應曲線咧，話俾大家睇先。物價水平 price level 產出 Y， long run AS 長期總供應曲線咧就係垂直。咁垂直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呢啲嘅長期總供應嘅要素同個物價水平係冇關係。咁長期總供應咁組成嘅部分咩部分啊？咁可能通常有陣時喺呢個勞力供應啦、勞力啦，或者呢個科技啦、基建啦，或者呢個教育水平、政府政策等等，呢啲都好長遠嘅嘢先喐到呢條 long run AS。例如，好啦，政府話而家全民咧就可以讀大學，要叫啲同學仔全部讀完大學先出嚟做嘢，咁呢條嘅嗰啲人嘅教育水平會增加啦。咁講條 long run AS 線向右移，或者啱啱有啦 AI 好幫到呢個即係對呢個產出有好長遠影響嘛。咁 AI 幫手亦都可以將呢條 long run AS 咧向右移嘅，得唔得？好，我哋係睇呢條啦。呢條就係2018年 Q13條嘅。咁比較圖例，呢個圖咧你好明顯見到啲咩咧？
好簡單啦，人口老化越嚟越多啦，你見到65歲以上嗰個人咧，咁咪一路個比例一路增加緊啦，好冇？好，跟住咧條問題就問咩咧？咁就參考以上資料就係咩？簡單討論人口結構改變，呢個人口結構改變即係咩啊？即係人口老化咯。對下面嘅影響，咁當然啦，我哋呢條就係問產出，即係我哋就唔使理財政結餘噶啦。咁產出有咩影響啊？咁產出咪會下降點啊？因為人口老化，咁啊適齡嘅工作人口減少。頭先講緊嘛，嗰條 long way S 線會受呢個勞力影響啊嘛。咁嘅情況之下，咁就會所以有咁嘅影響啦。咁啊，因為佢呢個5分咧就包晒兩個嘅潛在產出2分，財政結餘3分，所以其實咧講產出咧，咁其實呢個已經夠答案㗎啦。咁啊，至於英文版嘅同學等一等啦，可以睇埋後面嗰段。好，咁啊，俾幾秒大家。英文版同學基本上係答案同中文版一樣嘅，不過俾望一望條題目點樣問嘅啫。咁呢個就係 ADAS 嗰課咧最基本講嘅3條線，點解向右下傾斜，點解右上傾斜，同埋點樣打直嘅片啊。拜拜。